大家好，平安。我是台语文信望爱台语老师苏彦德。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这首诗，叫做《大社旧家》。这条旧家是伫罗德区的大社。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伫这个所在成长，伫这大汉，这有8项代志，值得咱来甲记录落来。遮有足侪古厝，以前有足侪脚踏车店，嘛有3间的医生馆，阁有足侪药房，阁有冰店几若间，嘛有百货行，阁有3间米甲，另外阁有干妈店足侪间，实在真热闹。所以我甲遮个情景甲伊写落来。大社旧家，作者苏彦德。大社家，古厝家。旧家古厝满世界，古厝有悬嘛有低，古式建筑真艳丽。大社家、铁马家、脚踏车店真正济。旧家虽猛有较矮，街路坐牛坐铁马。大社家、医院家、医病医心搁安家，内科外科拢总会。到处服务好性地，大社家、药房家、旧家药房嘛真济，汉药、西药在里买，药品使用爱控制。大社家、冰店家，热天可口清凉剂，冰店人客较多家，乌冰、串冰拢好卖。大社家、百货家，街路百货逐项卖。卖衫、卖裤嘛卖鞋，嘛有遐讲甲护理。大社家、米家家，假米声音传世界，一地假了搁一地，茶米家己炸布地。大社家、杂货家，旧家杂货有够济，饮料、茶料拢有卖，有油有盐嘛有茶。大家好朋友，这是过去罗德区大社这条旧家的好光景，报互大家知，多谢努力。